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8月7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高书博，伫咧父亲节的前一天，首次甲爸爸高育仁伫咧台南的旧厝做伙开讲，讲政治。高育仁以着过去的经验来表示，要做一位地方的爸母官，真正真辛苦。不过，伊上届唔甘的，就是后生去用讲老炮这2字。伊认为各家5代从来都无离开过台南，会当为家乡服务，就是上大的福气。高育仁甲高书博爸仔今仔日趁着父亲节的前一天，难得伫咧台南青年路旧厝做伙开讲。高育仁对家己的阿祖伫咧将军发迹，一直到嘉义市区青年路，一家5代从来毋捌离开过台南，而且台南旧厝一徛嘛超过60栋。加上高书博细汉时嘛伫青年路来大汉，因此旧厝保留真侪囡仔时代的记忆甲回忆。这里叫故区，这里从我小嘛，我在中学的时候在这里就搬到这边来，到现在已经50几年了，60年。回到这个老房子啊，我的感觉都很特别啊。我自己在这个地方留了不少小时候的照片哦，晚一些啊，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分享给大家啊。那大家等一下可以到外面去看看，就是外面那条走廊啊，那条很长的这条日本式的房子外面这一环走廊啊，就是我小时候在那边学走路的地方啊，所以我在这边留了不少这个小朋友的照片啊。高育仁表示，其实一开始嘛无啥赞成高书博来参选，不过后来被高书博为家乡服务来说服，加上高书博家己嘛有一个10岁的囡仔，希望为后一代来找出安心立命的路。他来讲5代都在台南没有离开过，而且都住在这里差不多有60几年都在这里。虽然在台北，但是回到台南也是住在老家，因为我父亲住在这里。所以现在我有一句话，我就要替他澄清，说他当台南选的立委以后，说就绕跑了。这个绕跑这句话，我是觉得，我不晓得为什么现在会有讲这个。民进党这个在台南执政25年，那当然过去县市合并8年，但是那民进党最近这2年在整个中央执政啊，我们是越来越觉得说，以我们自己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啊，那我在这个选举期间，如果说能够这个晚上看到他，大概就是我一天最开心的事情啊。那但是我是觉得有一个让人家觉得很忧心的地方啦，就是我们以前走的那些在社会上可以发展可以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路了，我觉得在民进党如果继续在台湾执政，以他们的治国的方向往下走了，我觉得我们的小朋友没有办法再循着我们以前的这种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模式。因为明仔载就是父亲节，高育仁甲高书博爸仔难得转来旧厝行看看，对大门口保留高育仁的历史事务所摆匾，到公妈厅、大厅，还有后院的新社、防空河顶，整个日本式的建筑物保留阁算完整。高书博除了讲出对父亲的感谢，嘛希望年底台南会用个绿地变蓝天，有机会为家乡来服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着要推动无人陪轮机的发展，南科管理局甲台南市政府合作，7号上午举办着无人机群飞领航台湾开炮记者会，宣布未来将会举办无人陪轮机的竞赛，现场也抢先展示了12台无人陪轮机做伙飞画面。即马就带大家做伙来看卖。
12只的小型无人机结合音乐伫空中做伙飞行，甚至阁有特技表演。无人机的群飞挖课的是事前的程式设计甲安排。南科管理局为了推动无人机群飞比赛，特别举办这场记者会，未来希望将台南打造成为无人机群飞比赛的发源地，用无人机让全世界看到台南。我们有非常重大的任务跟使命呢，要来实现。在世界的所有的人的眼中呢，台南是文化之都，台南是棒球投手的故乡。我们今天呢，要来努力一个方向，我们要让台南成为无人机群飞竞赛的发源地。我们要让台南，要让群飞的无人机呢，点亮台南的夜空，让全世界上看到。我们甚至有一个环保的目标，一个方向呢，我们希望透过无人机的群飞，然后呢取代烟火，然后呢透过这一个活动的宣示，透过这一个活动的办理呢，能够引爆风潮，引领风潮，然后呢来创造我们无人机产业能够更加蓬勃发展，再造一个这个经济奇迹。一个产业的基础，那能够让这些产业更加蓬勃发展，那也找到更多无人机不管在市政、在生活上各方面的运用，那让无人机产业在台南可以蓬勃的展开跟发展。整个群飞是一个要经过缜密的一些计算跟程式的控制，那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可以开发跟发展的一个技术。南科管理局将要伫9月份举办培训课程，邀请有兴趣的学生参加，预计伫明年的3月举办无人机的群飞比赛，邀请国内外的玩家带咧创意的想法，做伙为台湾写下无人机群飞比赛的历史，嘛希望透过这场比赛推动台湾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南台南教育中心当年关心弱势孩童的教育问题，今年甲台南邮局来联手合办助学特别会，并号召着邮局全体同仁捐款，帮助南台南教育中心的囡仔会当顺利来就学。为了帮助南台南教育中心弱势学生的教育，台南邮局连续10活动以来，提供场地甲物资，办理助学特别会。今年同款嘛联合成功、永乐、台东、安南、原店这5间邮局，伫咧8月7号到8号2天办理特别会，希望民众去邮局办理业务的时阵，嘛会当做伙加入爱心的行列。台南邮局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帮助经济弱势的学子，在他们的成长路上尽一份的力量。这次的活动除了成功路邮局以外呢，我们还有在原店邮局、大同路邮局、安南邮局、永乐邮局，总共5个地方同时举办这个活动。除了提供场地以外呢，台南邮局还有提供宝宝，还有就是一些邮政商品呢，给南家福和北家福来义卖。邮局由衷的希望呢，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抛砖引玉，能够号召更多的善心人士来捐款。我们看到东西琳琅满目，我们也感谢我们这么多的热心的赞助商，还有我们的善心人士的一个提供的一个物资，让我们的今天的一个拍卖会一个义卖会能够圆满的一个达成。那也让我们的学子们在我们马上即将开学的一个注册之中，没有后顾之忧。南台南教育中心表示，这次特别会会当顺利举行，嘛爱感谢真侪公司行号的加入，提供商品，互民众采买来做爱心。嘛，望社会大众爱持续支持教育脱贫的理念，互弱势家庭的囡仔嘛会当安心读册。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湾首要天坛推动以美代金的活动，互乡客减少赏金，转型为捐米做功德。活动对去年开始已经捐出9000外包的爱心米。8月6号即天举办第9次的捐赠，将乡客捐出去的爱心送予安平区公所，用来关怀弱势家庭。为着要减少烧金烧香的数量，台湾首要天坛伫1806年5月份推动以美代金的活动，经过1冬外的宣导，得到大部分乡客认同甲配合，民众会当将祭拜过的米早回去厝内食平安，或者是捐予庙，委托天坛用来关怀弱势家庭。
不止会当做环保，而且佫会当做功德，相当有意义。这届天坛也特别将1000包的米捐予安平区公所，做伙来做善事。这个米呢，也上来教材，多平安，说信佛这个教育拢关乎咱个庙建庙来发到这个地方来开，乡下我们来关注庙咧，就是讲只当无到即个无交代，每一届大概接1000包，就来发到这各地的医疗，咱传到咱医院开乡下是安尼。而且咱个乡下咱个医疗，医疗，咱这个大山，咱这个幸福的开心，这个是咱平常的意义啊，什么多点呢？寺庙优质不是那么简单也是需要所有的香客一起努力，大家的改变是一小步，是我们寺庙优质的进步一大步了。这个真的是天坛最厉害的地方。我们安平那边我要来向您学习。然后今天真的很感谢大家，还有借这个机会，代表所有的居民，然后我们所有的里长来跟你们说感谢。天坛自从推动以米代金以来，已经将9000外包香客捐赠的平安米转送给台南市各区的弱势家庭。未来也将会持续将香客爱心推广到台南各地。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景气无好，每一项物件拢咧起价，就连活动中心的收费最近嘛对咧起。对此，议员陈义珍替人民发声，伊认为活动中心就是要提供给大众使用，收费的办法一起，民众就搁爱加开钱。对此，主管机关民政局嘛答应会搁重新评估。为鼓励活动中心的使用，过去活动中心管理拢是由里办公处管理。不过后来市府收费统一由区公所负责管理维护，并且定有管理办法加收费标准。不过议员陈义珍最近却接到不少的民众反映，表示收费拢起价。对此，议员表示，活动中心毕竟是提供大众使用，只要费用一起，相对就反映在每一位租借场地的市民身上。对于民众来讲，其实社区的使用其实是他们当然是有的是为了要去运动啊，或是有的是要去板的啦等等的一些使用但是其实都是嘛是拢民众在用嘛为什么讲咱这个金额最近又给它调高了就有民众在反映说，其实我们调高的成本看起来金额不大但是对于他们那些不管是社区妈妈在跳舞啦，还是供他们带小朋友去做一些健康操或等等的。其实摊提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就是加重他的负担所以其实这就是要给社区使用的啊，当然要收钱啊。但是收钱为什么咱熊就给他踢馆？这就造成这些社区的民众会觉得说怎么政府就一直都要从我们荷包把钱拿出来？最近就是很多的活动中心，因为有供买冷气啊。所以我们这里在补助他来装冷气，冷气就涉及到这个电费的问题啦所以我们有时候比较调高一点尤其因为最近就是公益性质的案件比较偏多。其实我们一直在辅导那区公所，我们的办公处是不是说那公益性质，只要说他有对外有招生有收费的，那个就不能用公益性质来办理。所以我们一直在辅导他们来做这个，让大家都比较公开性这样子。另外，在林长的福利部分。因为咱市伫个6都当中相对的偏低，加上人力增并以后，户数增加，林长的工作量嘛对咧增加。议员希望伫个市府财源增加的状况，林长的福利嘛应该爱对咧提升。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文字变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伫咧新营市中心的原台南县新营代表会，伫咧县市合并以后，限制了一段时间。后来伫咧社会局甲在地议员的争取之下，成功改建成为溪北地区第一间大型的亲子馆。7号上午，伫咧市长甲侪民意代表的见证之下，正式揭牌启用，将会提供予亲子一个优质的佚佗空间。过去的台南县新营代表会。伫县市合并过后，这个空间一直拢无好好被使用。伫在地议员甲社会局的努力之下，也将伊打造成为台南市第2间的大型亲子馆。7号上午正式揭牌启动，市长甲侪民代拢到场支持。这个亲子馆嘛将提供0岁到6岁的小朋友各项的服务。社会局嘛特别建伫88节进行开幕。就是希望将这个馆当作礼物送予所有的市民朋友。家长甲这阿公阿嬷，也是宝宝，家己伫厝里带囡仔逐工拢会当来咱这个亲子馆遮来佚佗，来看册。咱遮有足侪图书0到6岁的小朋友也可以来这边，有一些教具，有一些玩具。那我们很开心，今天也有很多小朋友一起。来迎接他们自己这个美好的地方咱要营造这个台南市好的这个友善的托育环境除了这个托育家园咱的20间慢慢甲伊建制以外，咱这个亲子馆嘛，希望会当发挥伊的友善咱的亲子的这个功能。咱这个所在不只是会使算讲遛小孩的好地方不只是遛小孩的好地方。而且还可以让小朋友跟亲子跟父母一起在这边有所学习跟成长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所在，而且咱这个规模比安平迄个社会大楼更较新、更较大。整个亲子馆的馆内空间高达330平，以森林风格为主题，将4楼馆的亲子馆每一楼拢设计成为无共年岁的空间，不管是角色扮演，也是办公会拢会使伫遮耍着。要让小朋友伫耍的过程当中，会使甲家长交流，增进感情。现场的家长拢非常的欢喜亲子馆的开幕。超开心，我超期待，已经期待了1年了。因为吸引就是缺少小朋友玩乐的地方，因为只有文化中心，但文化中心也没有什么像这种亲子的游戏区所以一直很期待这里开幕，可以带小朋友来玩乐。社会局也会持续伫各区设立亲子馆，预计伫209年增加到14间。针对偏远地区，也会运用外展服务车，提供行动式的服务，把教具甲佚佗物送到小朋友的手中，希望打造一个家长有感觉的友善城市。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到日手工填补艺术已经25档的林信珍艺术家，累积了大大小小真侪作品。对早期的一个人创作，到即马经将动心、刷稿、教学、甲推广这方面，林信珍艺术家8月份也将伫咧生活美学馆展开着个人展览，希望会当吸引较侪人做伙来进入纤维艺术的世界。林信珍艺术家伫咧生活美学馆第1展示展出80幅，全部拢是手工填出来的作品，每一针一线拢藏有林信珍艺术家的用心。纤维艺术因为是对欧美国家所发源的，这作品也伫咧国际之间轮流展出。为着这届国展，伊也将这作品对国外运转来，真侪拢是第一届伫咧台湾来展出，相当的难得。这次林信珍纤维艺术展，这个个展呢是在我这5年内缝的80幅作品，把它做一个总和。那为什么是80幅？因为是这1个月，就是这5年里每1个月至少有2幅作品要产生。这2幅作品，产生的意义是每一次都是由国外的。团体或者是国外的出题者，他出了一个题目，我们做挑战。那每半个月会有一个挑战。那我是参加这样的挑战里面，5年内缝了80幅。
每一次缝完了，我们都上国际去策展。那因为每个作品都在国外行为展，这次的展呢，能够招回来的总共70幅。这70幅作品呢，第一次在台湾公开跟大家见面。那很希望大家来可以看到的就是每一幅它的用材、技法，以及他要说的故事完全不一样，因为每一幅作品都在反映当下一个故事、一个社会情节。坚持一针一线，用手添出来个质感。林信珍艺术家希望借这届总数88作品的大型个人展览，让更多人会当熟悉并了解这项纤维艺术。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位伫咧南台别院的复工园美术馆，对8月3号开始展出艺术家古志勇的个人展览。根据了解，古志勇伫咧921大地震当中，除了失去妈妈，爸爸嘛受到重伤。伫咧学校的转介之下，古志勇成为佛光山育幼院的一份子。伫咧因的用心栽培之下，古志勇发挥着艺术的天分，创作出侪作品，嘛成为佛光山育幼院的骄傲。佛光园美术馆这届展出的古志勇个展，大部分的作品拢是古志勇描绘并呈现伊生命意义，亲就是这把乌白图，其实是古志勇画出细汉时阵对车的热爱。另外，这把伊甲侪学生共同创作的作品，一个手印，就是因无受限制、自由创作所留落来纪念。在这个作品过程中，就会是从我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些痛苦，到现在我可以开画展，也有工作室，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想要表达的给年轻人是：你只要有目标，只要有理想，你只要肯愿意去做，其实都是可以突破的。自细汉看古志勇到大汉，并发觉古志勇艺术天分的佛光山育幼院院长依赖法师，看到今仔日满满的艺术作品，拢是古志勇的创作，心内感觉感动又个骄傲。一路上看着他以前过去的贫穷的他，但是因为他有希望，他有理想，又加上星云大师引导我们要给孩子有一个艺术的人生，所以我们不断的对他的鼓舞跟鼓励。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成就，那么虽然不是大成就，总是相信今天的个展对他人生未来真正要走向艺术家是最大的鼓舞。那我们也先祝福他。古志勇，他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作品，是他用生命故事创作出来的，透过作品传达他对生命的热爱，体悟生命的价值意涵，及领悟生命的和谐之美。他告诉大家，证明只要坚持到底，一定会成功的。佛光山育幼院的小朋友笑出了自卑甲欢喜，因看到古志勇的艺术成就，相信也在因的心目中开了一盏希望的灯，将时刻来照光着人生未来的道路。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侪云短暂转好，温度28度至32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8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